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件，这是lin传媒这间网络媒体牵涉到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所指挥的高压集团的争议。lin传媒的社长陈新清承认了，讲当年的创刊号台中言情标105号码头案的这个独家报道，都是来自黄国昌甲伊的高压团体。黄国昌今仔日嘛承认了，讲当时确实是有协助调查。那当年写迄篇稿的人，都是中央社的前记者谢幸温。讲当年迄篇的报道是互颜清标起价去大院。那国民党的立委江宽恒访问到相关的议题，并无正面来回应，敢若讲谢谢就快速离开了。因为林传媒本来就要收摊了，他们钱早就烧完了。讲林传媒的倒台，甲家己无关系。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牵涉到金钟偷袭的案件，北面媒体讲，林传媒的社长陈新清伫昨下晡除了宣告停刊，叫员工回去食家己，更加头一届向员工承认，林传媒上骄傲的105系列的码头案。欧邦保和会内部等等的独家报道，拢是来自黄国昌金钟偷袭的集团。是没错，台中105号码头案从头到尾就是我们协会把它调查完成。那个时候跟林传媒合作，承认家己有出手。前立委单票会也加码压了，指控2022年中二山区补选的时，105码头案烧了灯烟。所了个眼界所用人侵占国土，市区停车场红包裹案小连续轰压出来，这个呢都是伫苏间清票起价大院的原因。这压料的来源，拢总是来自甲黄国昌合作的前中央社记者谢幸温。我们那时候在查案子是不分颜色的。因为爸爸还被气到住院，这样会不会觉得对黄国昌就是有点改观了？谢谢哦，谢谢哦。没想到当时候他会这样子锁定你们吗？听到媒体问题，董事长江宽恒直接今日被电推，无正面回应。是讲那样相关案件的吹哨者小连续轰压了，拢甲黄国昌有关系，这个会影响到南北合作的关系，嘛是变数之一。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